妈祖圣训，天上圣母圣训，那是彰化大村慈圣宫，大小的大村庄的村，慈圣宫圣训1986嘛，网络有在传，民国75年就有了嘛。然后那个训文也提到天降真天道，就善男信女，那交代提到要有引渡求大道啊，方可脱轮回。然后义和圣堂，这个照片是台南关田神元山庄义和圣堂，也可以办那个天道，可以办那个求天道、求大道，可以办理求道。南二高跟东西向快速道路会那个关田交流道下来往北，再往东。电话0669019992。